請坐。我們的幫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華的名。無論在哪裏，有兩三個人奉主的名聚會，那裏就有主在他們中間。讓我哋一齊用主耶穌基督教我哋嘅禱文向天父祈求。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父的名為聖。願父的國降臨，願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求父今日賜給我們，有求饒恕我們的罪，因為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人。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拯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父的，直到永遠。阿門。現在讓我哋一齊同唱一首聖歌，新譜頌81首《靈氣吹我歌》。請起立。請坐。
聖靈降臨日嘅啟應係印喺周刊嘅第2頁。保惠師就是天父因耶穌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我們，並且要叫我們想起主對我們所說的一切話。弟兄姊妹，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也不要叫聖靈擔憂，要常體貼聖靈，因為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各樣美善的恩賜都是從眾光之父那裏降下來的，恩賜原有分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聖靈降臨在我們身上，我們就必得着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主的見證。願主上帝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我們的心，使我們藉着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在末世剛強奮勇，為主作見證，直到主再來。阿們。現在讓我哋一齊同心合意祈禱。永恆嘅主基督，你係雲中顯現嘅君王，頭戴公義冠冕，手握賞罰之權。你係昔在、今在、永在嘅主，天地萬物都要等候你公義審判臨到萬邦。你駕雲從天而降，萬邦俯伏敬拜。神星為你引路，各方各國各族嘅人都要侍奉你。感謝基督，你賜下保惠師聖靈，讓我哋明白真道，真道勝過世間其他嘅智慧。求你賜平安充滿我哋嘅心，讓呢份超越世人理解嘅平安，使我哋喺世界動盪、疾病困苦當中仍然站立得穩。主基督，我哋要向你認罪。好多時候我哋眼目偏離十字架嘅焦點，口稱有信心，卻心懷憂愁，成為一個表裏不一嘅人。我哋或求神蹟顯現，卻輕看你要求嘅順服呼召。我哋少與你親近，以致不明白真理，常在困惑中亂撞亂碰。求你軟化我哋嘅環境，糾正我哋嘅目光，使我哋認清基督方為至寶，向罪死，為主活。求聖靈幫助我哋住喺基督裏邊，與主生命有聯合，使我哋所求合乎你嘅心意。更求你轉化我哋嘅心思，使我哋能遵守主命令，活出十架嘅香氣。我哋特別為到堂內嘅師生家長守望，
期末考嘅季節同埋學年嘅交接繁忙，求你賜下健康嘅體魄、清明心思，讓各人以最佳狀態面對挑戰。又為神學生鄭文輝、黃活賢兩位弟兄懇求，願你幫助佢哋喺學習、實習同家庭當中，時刻依靠你嘅引導，經歷你信實嘅供應，更求你興起更多忠心嘅僕人，投身天國事工。為到兒童牧區7月21號至25號嘅暑期聖經班交託，求你感動同工投身服事，有智慧策劃各項細節，讓參與嘅孩童、青少年同埋家長親嘗你深廣嘅愛，埋下信仰嘅種子。信實嘅主，求你聖靈永遠同在，堅固我哋，使我哋各人有見證真理嘅勇氣，叫我哋喺呢個世代如明燈聳立。以上所求，靠賴耶穌基督得勝之名祈求，阿門。現在詩班為我哋獻呈一首詩歌《On the Day of Pentecost》。
今日正道嘅經文係記載喺約翰福音第14章8至17節以及25至27節，係本堂聖經新約第165頁。約翰福音第14章8至17節及25至27節。腓力對他說：主啊，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們就知足了。耶穌對他說：腓力，我與你們在一起這麼久了，你還不認識我嗎？看見我的，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還說將父顯給我們看呢？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你不信嗎？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是憑藉自己說的，而是住在我裏面的父在他做他的工作。你們要信我，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即使不信，也要因我所做的工作信我。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所做的工作，信我的人也要做，並且要做得比這些更大。因為我到父那裏去，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什麼，我必成全，為了使父因兒子得榮耀。你們若奉我的名求什麼，我必成全。你們若愛我，就會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賜給你們另外一位保惠師，使他永遠與你們同在。他就是真理的靈，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他們既看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裏面。我還與你們在一起的時候，已對你們說了這些事，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把一切的事教導你們，並且要使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把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給你們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今日正道係由陳兆銘宣教師為我哋講道，佢嘅講題係主賜真理的靈，平安走信仰的路。弟兄姊妹平安。再次即係企喺個講台上面嘅時候呢，心裏邊剛才呢一路都係好戰驚啊！因為呢2月中嘅時候，早堂因為身體不適，咁呢有同工扶咗我落台，所以呢今日即係再次可以即係喺講台上邊嘅時候，心裏邊呢係帶住一份好大嘅感恩，能夠侍奉上帝呢係佢嘅恩典。我哋實在需要咧，好好咁嚟到係去珍惜上帝俾我哋嘅每一個嘅機會。喺我哋聽上帝嘅說話之前，我哋再一次同心禱告啊！親愛嘅主，我哋多謝你，求你嘅靈親自嘅嚟到與我哋個人同在，叫我哋謙卑俯伏喺你嘅面前，留心聽你嘅教導，以至到我哋唔單單係將你嘅教導擺喺我哋嘅心裏邊，更加讓我哋喺生命嘅當中嚟到行出嚟。主要我將以下嘅時間恭敬嘅交上，願父你得着最大嘅榮耀。我哋咁樣嘅祈禱交託，係奉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祈求。阿門。有3個人因為飛機失事，佢哋流落喺一個嘅荒島嘅當中。過咗1個月之後呢，仍然未等到拯救。突然間，佢哋去到即係沙灘嗰度，見到有一個樽。佢哋拎起呢個樽，見到個樽裏邊呢有一張紙。於是咧，佢哋就
拎個張紙出嚟。咁張紙裏邊就寫住每個人都可以有一個願望，只要你大聲嚟到讀出，就能夠願望成真啦。佢哋三個人你眼望我眼，望完之後就喺度諗究竟真定假嘅呢？既然而家都冇乜辦法，不如就試下啦。第一個人好大聲咁樣講，佢話我好想翻去紐約華爾街嚟到係去建立我嗰個嘅王國啊！於是叮一聲，佢就翻咗去咯。第二個人見到佢唔見咗，立即又拎起呢個樽，於是呢，佢又急不及待咁樣講，佢話我好想翻去澳洲雪梨歌劇院嗰個廣場嗰度嚟到飲我最中意飲嘅啤酒。於是叮一聲，佢又翻咗去咯。咁呢兩個人分別喺華爾街又喺雪梨歌劇院上嗰度好開心嘅時候，突然間叮一聲，佢哋又翻個島度。於是佢哋兩個就互相對望，究竟發生咩事呢？點解我哋又會翻嚟嘅呢？頭先嗰啲嘢係真定假嘅呢？喺佢哋互相對望嘅同時，佢哋就發覺第三個人企喺佢哋身邊喺度笑緊。於是佢就問佢：喂，你頭先去咗邊度啊？點解你翻嚟你都喺度笑嘅？第三個人就同佢講：佢話剛才你哋兩個走咗之後，我就覺得好悶，所以我就大聲嗌，希望你兩個翻嚟。於是三個人又繼續喺呢一個嘅島上邊等候。我哋每個人心裏邊呢，或多或少都有啲嘅想望，係嘛？甚至乎呢，我哋有陣時窮我哋嘅一生，我哋嘅時間、金錢同埋精力嚟到係去追尋。不過嗰啲嘅想望，到底係咪我哋真正嘅需要呢？即或我哋話信咗主嘅人，我哋會唔會有陣時，我哋自己都唔係好知道，我哋追尋緊一啲乜嘢，先至係我哋生命裏邊、屬靈裏邊真正嘅需要呢？喺約翰福音第14章呢一個嘅背景嘅裏邊，其實係講到耶穌話俾門徒知道，佢即將要離開啦，佢即將要面向十字架嘅痛苦。本來應該要受安慰嗰個係邊個啊？耶穌嘛，係咪？不過卻係調翻轉頭，喺呢個時候，耶穌卻係要去安慰佢嘅門徒。唔係因為佢嘅門徒都要釘十字架啊，而係因為咧，佢哋對於耶穌呢一個嘅預告，佢哋心裏邊咧，亦都感覺到有一種嘅困惑，或者咁樣講，亦都可能因為跟咗咁耐嘅師傅，突然間話俾佢哋聽要離開，所以令到佢哋有一啲嘅吃驚，感覺到好憂愁。所以14章第1節一開始嘅時候，耶穌就同門徒講，佢話你們不要憂愁。憂愁呢一個字呢，其實原文嘅直譯係講緊心被困擾啊！心被困擾啊！你有冇試過心被困擾啊？有啊！好似咧喺度揞住咁樣樣，好似咧喺度咧即係縈繞住你咁樣樣，係嘛？心被困擾。相信咧我大部分嘅弟兄姊妹，我哋都唔難理解。我哋亦都可以想象得到，剛才提到門徒嗰個嘅心情，失去咗老師，失去咗嗰份嘅倚靠，群龍無首，自然覺得有一種茫茫然嘅感覺。雖然耶穌跟住話俾佢哋知道，佢話佢嘅離去係要為佢哋嚟到係去預備地方，將來會點啊？會翻嚟接翻佢哋嘅。不過門徒喺嗰一刻，其實佢哋仍然唔係好明白嘅啫。所以咧，佢哋一個接住一個嘅問題嚟到向耶穌發出。多馬嘅困惑係耶穌，到底你要行嗰條路係一條乜嘢嘅路？腓力渴望嘅係一個眼見為憑，佢希望能夠可以俾佢見到父神。猶大呢，
卻係期待耶穌用榮耀嘅姿態嚟到向世人去顯現。嗱，呢啲問題咧，其實都係反映出佢哋對耶穌嗰個身份同埋佢嘅使命嗰種唔明白，甚至乎我哋講仍然停留咗喺一個好表面嘅理解。耶穌嘅回答其實係直指嗰個嘅核心。耶穌同佢哋講，佢話我就係道路、真理同埋生命，看見我嘅就能夠看見父。而真正嘅顯現其實唔係在於嗰個外在嘅榮耀，而係在於裏邊嗰種愛同埋順服。嗱，門徒嘅問題呢，其實反映出佢哋對耶穌嗰種嘅唔明白，嗰種嘅唔相信，嗰種嘅睇唔見。我哋唔好咁快呢，就嚟到取笑呢班嘅門徒喎。有陣時呢，我哋諗下，我哋喺信仰嘅路上邊，有時都係咁樣嘅。我哋都有陣時有啲嘅迷惘，或者有一啲嘅唔知道，或者唔清楚，應該點樣去問呢？耶穌好明白門徒嗰個嘅困惑，同埋佢心裏邊嘅憂愁，亦知道門徒佢哋將會喺世上邊要面對好多嘅挑戰。事實上我哋明白，當耶穌釘十字架之後，門徒佢哋因着恐懼祭司同埋法利賽人會捉佢哋，所以佢哋匿埋、閂埋門，緊緊嘅閂埋門。到底耶穌點樣幫助呢一班嘅門徒從憂愁嘅當中嚟到係去釋放出嚟呢？經文由第一節，耶穌問佢哋：你們心裏不要憂愁。去到14章尾嘅時候，第27節，耶穌好清楚話俾佢哋知：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把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給你們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究竟耶穌向門徒留低咗一個乜嘢嘅平安？平安又係指啲乜嘢嘢呢？對於我哋每一個跟從神嘅人，我哋點樣能夠從神得着嗰份真正嘅平安呢？今天早上好想同大家分享3個耶穌留低嘅提醒。第一個係常在主裏面嘅生命。腓力喺第8節嘅當中，佢懇求耶穌顯現，俾佢睇見天父，嚟到係去滿足佢心裏邊嗰份嘅渴望。腓力似乎咧，其實係渴望緊一種咧可以直接睇見嘅一種神聖嘅顯現。佢亦都可能係期望透過一啲神蹟或者一啲嘅異象、一啲特殊嘅經歷嚟到確認耶穌同天父之間嗰個嘅關係。以為咁樣嘅顯現就能夠鞏固咧佢嗰份嘅信心。然而佢嘅提問其實亦都反映出佢對耶穌身份嗰個嘅理解其實並不完全。耶穌點樣講啊？耶穌反問佢啊。耶穌話：腓力，我同你一齊咁耐，你仲唔認識我嗎？睇見我就係睇見天父。你怎麼還說將父顯給我看呢？耶穌接住喺第10節同第11節更加重新嘅講到，佢話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耶穌表明佢自己與父嗰種嘅合一性，所以耶穌又強調佢自己嘅言行、神蹟同埋佢嘅生命本身其實就係父喺佢生命裏邊所作成嘅功。甚至佢講到佢嘅教導、佢嘅行動唔係出於佢自己嘅，其實都係父藉佢嚟到係去行出嚟。耶穌好想話俾腓力知道，因着父同子呢一種咁嘅聯合啊，以至到子所做嘅就等同於父所做嘅，所以只要望住子所做嘅功，就能夠睇見天父。呢個道理呢，我相信咧大家唔難去理解嘅。唔知道在座當中有冇啲係幼稚園嘅老師
好多時候幼稚園老師咧叫一啲幼稚園嘅學生翻屋企做一啲勞作，做完之後翻嚟個勞作一擺出嚟嘅時候，老師一望就知道係邊個做㗎啦，係咪啊？你有冇試過啊？係你嘅小朋友做啊，定還是係你做㗎？老師一睇就睇得到㗎啦。腓力話：主啊，將父顯給我睇啊，我就點啊？就知足啊！耶穌知道腓力渴望嘅係用眼嚟到睇見呢一個為憑嘅經驗，所以耶穌話：我實實在在話俾你知，我所做嘅工，信我嘅人都要做，並且要做比這些更大，因為我到父那裏去。耶穌講緊乜嘢嘢呢？信我嘅人要做比我更大嘅事，係講緊耶穌離開之後，信徒其實需要依賴聖靈，聖靈嘅幫助，令到佢哋可以勇敢地嚟到係去傳揚福音，而且喺聖靈嘅引導同埋差派嘅當中，向更遙遠嘅地方、更廣泛嘅人嚟到係去傳揚，不論喺地理嘅環境或者以至到信主嘅人數嘅上邊，都更廣同埋更多。我哋知道啦，讀使徒行傳嘅時候，五旬節聖靈降臨嘅時候，彼得佢一講到有幾多人信主啊？幾多啊？3000人信主。耶穌話俾腓力知，信我嘅人要做比我更大嘅事。耶穌話俾腓力知道，真正嘅看見神其實係認識基督，真正嘅看見神係參與喺神嘅事工嘅裏邊，真正嘅看見神係見證神喺你生命當中嘅能力同埋大能。腓力期望獲得嘅係嗰種被動式嘅特殊嘅經驗，而耶穌卻係強調信徒應該做嗰個係更大嘅事。呢一個係一種主動式嘅順服同埋參與。腓力期待外在嘅神蹟作為明證，能夠加添佢嘅信心同埋佢自己嘅能力。但係耶穌指出嘅係，真正嘅能力其實係源於我在父裏邊，父在我裏邊。唯有呢一種咁樣嘅緊密嘅關係，無論求什麼，主必成全。腓力認為滿足係喺個人嘅宗教經驗嘅裏邊，耶穌卻係指出信我嘅人要做嗰個更大嘅事，指向嘅係神國福音嘅擴展，講緊嘅係教會嘅建立。原來耶穌喺呢度所教導嘅重點係嗰啲真正睇見神嘅人，取決於係佢嘅生命究竟係咪喺主裏邊。亦都唯有嗰啲喺主裏邊嘅人，先至能夠成為主嘅器皿，經歷與主嘅同工，看見主嘅能力。而一個有主同在嘅人，即係有主喺佢裏邊嘅人，我哋話呢一個人，佢自然係一個好渴望去成就主嘅心意，有咗呢一種同心同在嘅聯結嘅時候呢，我哋讀第13同埋第14節，我哋就見到啦。耶穌話：奉主嘅名所求嘅，主必成全。連續2次好清楚講到嘅係奉主嘅名所求嘅，主必成全。點解啊，弟兄姊妹？你明唔明點解要講2次？亦都點解咁肯定嚟到話俾你知啊？因為主喺你裏邊啊嘛，係咪啊？有主喺你裏邊嘅人，你所求嘅自然係邊個嘅心意啊？係主嘅心意。所以主嘅心意，主佢必定會成就成全。所以我哋要問嘅一個問題係：弟兄姊妹，今日我哋點樣保持我哋常在主裏邊呢一份咁樣嘅親密嘅關係？喺你嘅侍奉嘅裏邊，到底係你做緊工，
定還是主藉住你嚟到係去完成緊佢嘅工作呢？如果你聽得明嘅話呢，其實呢兩條嘅問題係互相嘅連結嘅，呢兩條嘅問題係互相嘅關聯。到底今日我哋係用緊我哋自己嘅血氣嚟到係去侍奉啊，定還是我哋係藉住住在我裏邊嘅天父嚟到係去彰顯佢自己嘅工作呢？第二個耶穌留俾我哋嘅提醒係，我哋要持守聖靈嘅引導。我哋睇16至到26節，16節咁樣講：我要求父就賜給你們另外一位嘅保惠師，使他永遠與你們同在。他就是真理的靈，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他們既看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裏邊。耶穌知道自己喺世上邊嘅使命即將嚟到係去完成，復活之後佢亦都會升天翻返去父神嗰度，所以佢升天之前，佢求父差派聖靈嚟到住在信徒嘅當中。我哋所信嘅係三一嘅真神，聖父、聖子，仲有聖靈。聖經嘅裏邊提到關於聖靈嘅經文其實有好多噶。喺舊約嘅裏邊，對於神嘅靈、聖靈嘅彰顯同埋工作，亦都唔少。去到新約嗰個嘅描述，其實係更加嘅立體同埋更加嘅具體。26節話：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把一切的事教導你們，並且要使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耶穌指出聖靈係真理嘅靈，保惠師原文直譯其實係幫助者嘅意思，即係一個 helper， 佢會幫助你。26節話俾我哋知嘅係聖靈喺信徒身上嘅職事係要叫信徒我哋能夠想起耶穌所講嘅一切話，亦都要將一切嘅事嚟到教導我哋。一切嘅事即係啲乜嘢事啊？當然係一啲關於耶穌、關於神嘅事。聖靈將關於神嘅事嚟到教導信徒，係要為主嚟到係去作見證，使到信徒能夠真正嘅認識主，亦都引導我哋能夠明白一切嘅真理。以弗所書1章17節好清楚嚟到係去講到，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上帝榮耀的父，把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賜給你們，使你們真正認識他。聖經裏邊其實亦都多處嘅地方顯示出聖靈佢嘅工作嘅。我哋好快咁樣嚟到睇一啲關於聖靈嘅工作。瑪利亞因住聖靈而懷孕，西面有聖靈內住，而按聖靈嘅啟示同埋感動嚟到係去做應該做嘅事情。耶穌亦都受到聖靈嘅引導，去到曠野嘅當中接受試探。門徒面對逼迫，聖靈會教導佢哋講應該講嘅說話。聖靈亦都賜信徒能力去為主嚟到係去做見證。聖靈亦都引證住人到底係屬基督定還是係屬肉體。我哋知道咧，人嘅悟性對於神嘅領會事情咧，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嘅限制。神如果唔係將聖靈嚟到賜俾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冇辦法靠住我哋自己能夠明白晒一啲嘅屬靈嘅真理。所以聖靈嘅臨在、聖靈嘅充滿、聖靈嘅感動，目的其實係幫助我哋嚟到係去認識神、睇見神、經歷神，同埋完成神嘅吩咐同埋佢嘅心意。若然我哋想認識神嘅話，其實我哋可以直接去求，因為咧呢一個係耶穌俾我哋好大嘅應許，同埋好大嘅禮物嚟到係去賜俾我哋。從耶穌嘅升天、聖靈嘅降臨，使徒大膽嘅講論，四處去傳揚福音，然後建立教會，拓展天國。嗱，整個歷史嘅進程嘅裏邊，直到今日，聖靈嘅工作並沒有停止，聖靈仍然喺度說話。
聖靈仍然喺度向教會嚟到說話。我哋不如讀出幾段嘅經文，我哋睇一睇聖靈對教會嘅說話係啲乜嘢嘢啊！我哋一齊讀出呢兩節嘅經文啦。預備，1、2、3。恩賜有許多種，卻是同一位聖靈所賜；事奉有許多種，卻是侍奉同一位主；工作有許多種，卻是同一位神在萬人中運行萬事。聖靈彰顯在各人身上，是要使人得益處。我為主作證，勸你們既然蒙召，凡事為人就要與你們所蒙的呼召相稱，凡事要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以和平彼此聯繫，竭力保持聖靈所賜合一。我哋再讀埋提摩太後書1章，預備。我為這福音奉派作傳道，作使徒，作教師，為這緣故，我也受這些苦難。然而我不以為恥，因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事實，也深信他好像神所教我的，直到那日，你從我聽到那自處的言論，要做對基督的所謂的信心、愛心。你要靠着那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牢牢守住所交託給你那美好的事。聖靈延續耶穌基督嘅職事。今日教會作為基督嘅身體，信徒作為有聖靈內住嘅群體，有聖靈賜下唔同恩賜嘅肢體。弟兄姊妹，我哋值得我哋去問嘅，我哋有冇盡用恩賜，聖靈俾我哋嘅恩賜嚟到叫人得益呢？我哋有冇用恩賜嚟到係去一齊建立教會，使到教會嚟到合一呢？我哋有冇靠住那住在我們裏面的聖靈，牢牢守住所交託給你那美好的事，去令更加多人嚟到係去信主呢？呢三個係聖靈俾教會嘅提醒。邊個係教會啊？我哋就係教會。呢三個問題亦都係值得我哋常常去思想嘅問題。我哋咧本嚟都好似迷失咗一樣，如羊嚟到走迷，偏行己路。係基督將我哋救贖，使到我哋能夠成為基督嘅身體，將我哋一個一個帶到教會嘅當中得着，讓我哋得着佢嘅救贖。今日我哋能夠聯合，我哋能夠成為教會，我哋係好需要跟從聖靈而行，依靠聖靈嚟到係去作見證，我哋先至能夠可以見證得到基督。如果我哋只係以為自己走埋一齊就能夠成為教會嘅時候，其實我哋搞錯晒。若然教會裏邊冇咗聖靈，冇咗神嘅靈喺當中嚟到係去提醒，嚟到係去督責，嚟到去鼓勵嘅時候，其實我哋係冇辦法見證得到基督。唯有聖靈喺我哋嘅當中，唯有我哋一跟住聖靈嘅指引嚟到係去明白真理，以至到行出真理，我哋先至能夠為主去發光，我哋先至能夠讓人喺教會嘅裏邊，讓人喺我哋嘅生命嘅當中嚟到睇見主耶穌基督佢自己。好多時候咧，我哋
嘗試去邀請弟兄姊妹參與一啲嘅侍奉嘅裏邊，大家都會好擔心噶，會覺得咧，即係我哋冇乜能力啦啊。不過咧，若果剛才你明白聖經裏邊所提醒嘅，我哋知道咧，其實能力根本唔係我哋自己，而係喺你裏邊嘅主。我哋如果覺得自己缺乏嘅時候，其實我哋可以求聖靈去加力俾我哋。喺唔明白嘅時候，我哋想認識基督更加多嘅時候，其實我哋可以求聖靈嚟到指引我哋。喺我哋唔知道點做嘅時候，我哋唔係互相嘅討論，我哋而係一齊嘅祈禱，求聖靈喺當中嚟到感動我哋嘅心，讓我哋知道到底我哋應該行喺我哋嘅心意，定還是行喺天父嘅心意嘅當中。呢個就係有聖靈喺當中嘅教會。第三點想同大家一齊分享嘅係沉浸地，我哋要去愛慕我哋嘅主耶穌。請聽我讀出18至到24節啦。我不會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裏來。再過不久，世人不再看見我，你們卻會看見我，因為我活着，你們也要活着。到那日，你們就會知道我在父裏面，你們在我裏邊，我也在你們裏邊。有了我嘅命令而有遵守嘅人，就係愛我。愛我嘅人，我父也要愛佢，我也要愛他，並且要親自向他顯現。猶大問耶穌：主啊，為什麼親自向我哋顯現，而不向世人顯現呢？耶穌回答說：凡愛我的人，就會遵守我的道，我父也會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裏去，與他同住。不愛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們所聽見的道，不是我的，而是差我來之父的。神唔單單賜下真理嘅靈嚟到去引導我哋嘅生命，完成主嘅使命。神又應許與我哋同在，不撇下我哋。我哋今日應該點樣嚟到回應呢？我哋點樣嚟到去保持剛才問嘅問題，就係嗰份常喺主裏邊嘅呢一種咁樣嘅關係呢？剛才嘅經文嘅裏邊，其實重複咗，唔知道大家睇唔睇到有一啲重複嘅提醒。第21節、第23節，以至到第15節，其實都重複地講緊嘅就係嗰啲愛我嘅人就會遵守我嘅道。遵守主嘅命令就係愛主最直接嘅一個表現。我哋話一個銀幣嘅兩面，即係好似之前牧師成日都講，信心與行為分唔開噶。愛主嘅人就自然會遵守主嘅道，呢一個係好正常嘅一種嘅表達。而主因着你咁樣做嘅時候，主亦都會喺你嘅裏邊。同一個道理，因為在主裏邊，我哋嘅生命自然亦都會為主而活，為主而行，我哋就成為一個愛主嘅人。所以父亦都成為一個父所愛嘅人。遵守我嘅命令，愛主同埋在主裏邊，聽落去好似係三件事，不過其實諗清楚，其實係同一件事嚟嘅。乜嘢係愛主呢？乜嘢係在主嘅裏邊呢？嗱，我用一個咧好簡單嘅解釋，大家就好明白啦。有冇人見過而家咧好多人出街嘅時候咧掛住呢一隻公仔啊？有啊，嗬？有邊個你都有一隻㗎？唔敢舉手啦，係咪啊？有即刻收埋佢係咪啊？成日掛住佢咯，係咪啊？成日都想住佢咯，係咪啊？好似咧，我觀察我哋啲同工咧，佢張台擺放嘅嘢咧都好唔同噶。有啲人咧擺放嘅係佢所愛嘅屋企人啦，有啲人擺放一啲屬靈嘅畫像啦，有啲同工放嘅係公仔啦，有啲咧係放一啲咖啡啦，嚇，好似我咁啦，嚇，都表達緊咧就係心裏邊所愛。耶穌升天之前問咗彼得一個問題，幾次係咩問題啊？你愛我嗎？一個好重要嘅問題，亦都係一個結咗婚初期嘅時候，太太常常問我嘅問題。不過如果你記得嘅話咧，我多次講，弟兄千祈唔好即刻答，因為你答完之後有第二個 follow up question， 你跟住要答嘅，嗰個係咩問題啊？
你點愛我？唔好諗住你答咗我愛梗係愛啦，係咪啊？第二個問題就係你點愛我？嗰個唔係答嘅問題，嗰個係你點做嘅問題，嗰個係你有冇行出嚟嘅問題，嗰個係冇得講話我愛我好愛，講就容易啊，行出嚟有幾多個人真係行出嚟？喺一本書叫《You Are What You Love》裏邊，作者咁樣講：生而為人就係會有一顆心，你唔可能唔去愛嘅。所以問題唔在於你是否窮盡一生去愛，關鍵係你會窮盡一生去愛什麼。人如其愛，你愛什麼，你就會成為什麼。You are what you love。你愛什麼，你就成為什麼。教會如果冇體認到人係一個有慾望嘅動物，就會以為聽道就係叫做真正嘅知道，以為查咗經就上過各種嘅真理課程就會更加聖潔，就會更加成熟。如果愛同埋慾望係人嘅核心，人要改變就唔係只係靠諗，唔係只係坐喺度反思，而係需要透過一啲嘅儀式嚟到改變我哋嘅習慣。講緊嘅係乜嘢啊？弟兄姊妹，我哋要學習，我哋要去操練，我哋要去培育嗰個愛上帝嘅心。我哋有冇咁樣去實踐？有冇咁樣去思想？我哋今日唔能夠，或者我哋未係好愛我哋嘅主，係因為我哋冇操練到呢一方面，以致到我哋冇建立呢一個愛主嘅心。呢一條嘅問題喺今日我唔會作答㗎，因為我覺得呢個問題係你同我哋要一齊去問我哋自己嘅一個問題。如果你真係想愛主嘅時候，答案我相信你一定會揾得到。個重點係你想唔想，你願唔願意去愛主。當我哋經驗咗上帝喺我哋生命嘅當中嗰一份嘅拯救同埋嗰一份嘅恩典嘅時候，弟兄姊妹，我哋需要問嘅係今日我哋有冇呢一份回應愛主嘅心？耶穌嘅離去並唔係一個終結，聖靈將要繼續嚟到去引導門徒實現以馬內利嘅嗰個應許。我哋知道真正嘅平安其實係在於住喺基督嘅裏邊，唔係環境嘅順逆，唔係環境嗰份帶嚟嘅恐懼。我哋話愛基督嘅表現就係遵守佢嘅命令同埋吩咐，順服。一個順服遵行佢嘅人，必定能夠得着三一神佢嘅同住。對今日嘅信徒嚟講，呢個亦都提醒緊我哋喺困惑嘅裏邊，聖靈仍然係我哋嘅保惠師。喺動盪嘅當中，基督嘅平安係我哋嘅錨，係我哋嘅錨。記住，復活大能嘅主今日仍然活喺我哋嘅心裏邊，使到我哋每一個人，我哋每一個嘅群體，我哋都能夠真得着嗰份真正嘅平安，嚟到做嗰個更大嘅事，迎向未來，嚟到完成基督託付俾我哋嘅使命。讓我哋有一息間，有一分鐘嘅時間，我哋安靜我哋自己。今日嘅經文俾我哋乜嘢提醒？讓我哋用一分鐘嘅時間嚟到用一個祈禱嚟到回應天父。
現在係奉獻，第一次係主日捐，第二次係分享捐。分享捐係要彰顯基督精神，彼此分享。請坐。現在讓我哋再唱一首聖歌回應。新譜頌第303首，信徒應當禱告歌。新譜頌303首。請起立。
憑信心領受從上主而嚟嘅差遣同埋賜福。我謹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差遣你哋回到生活同埋工作崗位，常常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敬愛上帝，愛人如己。又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常與你哋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阿門。會眾請坐。跟住落嚟有會務報告，想請問有冇第一次嚟公理堂聚會嘅朋友或者兄姊啊？可以喺你嘅座位度輕輕示意，我哋想歡迎你。都係嚟過嗬，咁我哋一齊咧去關心家裏邊嘅事。今日係聖靈降臨日。為彰顯基督精神，彼此分享。本堂6堂崇拜第2次捐改為分享捐。另外，區會分享主日嘅奉獻捐封咧嘅獻金，將會撥捐內地同埋本地事工之用。今日下晝1點半喺禮頓道堂會召開6月份嘅堂會。喺日堂崇拜完咗之後，我哋設有服侍有需要嘅弟兄姊妹代禱嘅服侍。同工嘅消息，感恩今日陳宣喺當中能夠再一次嘅係證道。佢咧將會喺6月13號至17號放假，希望咧佢有好嘅休息，重新得力。而本堂喺6月3號起聘得江慧儀女士為禮頓道堂嘅兒童牧區幹事，請兄姊為佢嘅工作適應代禱。泰澤共融祈禱會喺6月12號星期四晚上7點半至到8點半喺2樓呢個地方聖殿嗰度舉行。禮頓道堂主日學課程7月6號開課，大家咧可以留意週刊報讀合適你嘅班別。今日報告係咁多，日堂嘅崇拜即將禮成，詩班主禮同埋牧師先行退席，待電樂彈奏完畢，可以散會。